你是阮的上帝，咱趁早要找你，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阮的心喙焦少念你，咱的肉体切切羡慕你，是阮怜悯疼痛正惊你的天父上帝，咱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向你恳求。上帝啊，你是咱的上帝，咱趁早要找你，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，咱的心喙焦少念你，咱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咱把安尼伫圣所调记你，为着爱看你的光荣，甲你的荣光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咱的嘴唇要来学乐你，咱有我的时要安尼学乐你，咱要奉你的名举起咱的手。咱的心性要把足，亲像食谷脆油呢，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乐你。伫这个时刻，恳求主你的圣神自由地运行，伫这个圣所内面，阮每一个人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到咱的中间，来到每一个较无你同在的囝儿的心上，也临到每一个你来神殿要调记你的人的心上。哦，主啊，咱要甲你结连，亲像葡萄树枝结连伫葡萄树丛同款。咱的生命要伫你的内面起造，成做一个伫基督内面佮换新的人。哦，主啊，咱要来学乐你，要来敬拜你。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，要用诚用真实来敬拜爸，因为爸是爱子好人来敬拜伊，因为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爱用诚用真实来敬拜。恳求主帮助阮用诚用真实来敬拜你，要讨你的欢喜，互阮伫真实的敬拜当中调记你的荣光，甲调记你的面，领受对你来的活水，伫阮的生命内面，成做源头，互阮的生命结果子，永远袂脆焦。伫主的内面，喜乐佮满足。咱安尼祈祷恳求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阵，咱来唱这条求圣神运行的诗歌，先用台语来唱，大家带心坐咧。伫这个时刻，伫这个时刻，求圣神运行，来充满阮的内心，主改变阮，帮助阮明白你，搁一遍将家己完全献予你。对头搁一遍。伫这个时刻，求圣神运行，来充满阮的内心，主改变阮，帮助阮明白你，搁一遍将家己完全献予
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阮的灵为当地的引摇中，各一边徛起。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你听通充满，予我通明白，你对阮生命指引。伫这个时刻，伫这个时刻，求信心运行，来充满阮的内心，主改变阮，帮助阮明白你，各一遍将家己完全献予你。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阮的灵为当地的引摇中，各一边徛起。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你听通充满，予我通明白，你对阮生命指引。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我的灵为当地的引摇中，各一边徛起。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你听通充满，予我通明白，你对阮生命指引。各一遍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阮的灵为当地的引摇中，各一边徛起。哦主信心，哦主信心，充满阮的心，你听通充满，予我通明白，你对阮生命指引。接下来我们要用华语再来唱一次这首诗歌，求圣灵运行。在这时刻，在这时刻，求圣灵运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更像你，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。在这时刻，在这时刻，求圣灵运行，圣灵求你自由的运行在这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来充满每一位会友的心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更像你，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你。我们跟你声唱。哦主圣灵，哦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叫我们的灵能在你光中再一次兴起。哦主圣灵，哦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指引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为着今天的聚会，还有被圣灵充满来祷告。在使徒行传1章8节这样说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
直到地极都做我的见证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不只是我们富强教会的会友，甚至是这个世界、这个国家每一位基督徒的身上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祝福我们自己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学校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所处的职场，还有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。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为着这件事情，我们同心开口的来祷告。实力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器皿，神啊，你的灵要降在我们的里面，使我们使用的是从神而来的能力，不只是祝福我们的生命自己被神改变、被神触摸、被神祝福，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，我们自己的家庭，在学校工作的老师或者是学生，还有在职场服侍的每一个的人，还有我们所处的社区、我们的城市、我们的国家，还有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你兴起每一个基督徒，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跟浇灌，我们渴慕回应神你对我们的呼召。我们知道，当神的能力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蒙福的。如同约瑟。是的，主，愿你的祝福恩典临到我们。接下来，我们邀请大家，我们继续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在以赛亚书32章15节。我们先念华语。好，预备，请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看如树林。好，我们用台语，会台语的人，我们就用台语来念一次。好，预备，请。听好信的心，对顶面喜乐的咱。旷野变这样讲，不夜残化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经文，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是的，就像这个经节所说的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会变为肥田，肥田会看成树林。神喜悦他每一间教会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就是教会的头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为着我们富强50周年在预备，这个是我们富强教会建会的意向，我们一起同声的为着这件事一起来开口宣告。预备，请。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，富强教会是活出爱的健康教会，富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富强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，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。是的，主，我们爱我们的教会，教会就是我们的家。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为着我们教会祷告祈求祝福的时候，神啊，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使我们的教会可以丰上加丰，利上加利，甚至是恩典比现在更多。因为神你说，那这殿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。主，我们渴慕我们的教会可以更多的被神来复兴，更多的被神来祝福。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主啊，
主圣灵，主圣灵，充满在这里，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明白你所有旨意。最后，我们用罗马书15章13节，我们一起同声来宣告：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、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，大有盼望。愿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哈利路亚！就求主圣灵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都是那神承载神所荣耀的器皿。信心给谦卑的人，你好善心的人，安慰被爱的人，祷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。伤心的人，安慰被爱的人，祷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。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，兴起发光，神的荣耀先照耀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你的灵在我们身上，就可以使我们传报好消息给身边的人。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。信息给谦卑的人，你好伤心的人，安慰被爱的人，祷告他的恩典将要来到。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，兴起发光，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，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，兴起发光，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，左眼左光，将盼望带入人群里。人的释放，被囚的主监牢，蓝色的灵，神迹要发生，瘸腿的要行走，瞎眼的要看见，耶稣在这里，天国在这里。再次宣告被掳的释放，被掳的释放，被囚的主监牢，耶稣的名，神迹要发生，瘸腿的要行走，瞎眼的要看见，耶稣在这里，天国在这里。再一次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天国在这里。最后一次，
我们一起来用真实、用诚实来敬拜他。敬拜耶稣，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，向世界宣告，唯有你是主，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。敬拜耶稣，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，能力都归你，权柄都归你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。权柄都归你，
死水变成酒的神，你配得这一切所有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的需要你，我们富强教会全部的人都需要你，我们要来呼喊你，耶稣，我们要来更多爱你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全人全心的匍匐敬拜你。主啊，我们要高举你的圣名，我们要求你的设立宝座就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一起来宣告。向世界宣告，唯有你是主，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。敬拜耶稣，全地都要称赞美耶稣，能力都归你，权柄都归你，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。这是咱来做伙来念信息第24首，我心俄勒祭管上帝。